为了发展符合在地需要，同时佫有前瞻性的交通运输的服务，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规划伫上一人坐车复兴路、中兴路、甲台湾大道等有6条路线，推动这个干线公路的政策，将这条路线公车进行转型，并且加强这个班次。增较一班的，过来呢，这各公车路线这个有专属的设水，要强化公车路网。前交通局局长林永泰上台讲台中公车的历史，佮交予交通局长叶朝虎说明未来方向。为了发展交通运输服务，台中市政府交通局规划民众上接坐复兴路、中兴路和台湾大道的6条路线，来推动新的公车政策。零死亡事故是我们对于干线公车最大的要求。我想。后续所谓这些公车，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它的自我的相关的设备。干线公车就是把原本的公车路线做转型，班次提升到人若多10分钟一班，人若少上少15分钟到20分钟一班。各干线公车嘛有家己的设计和路线编号，全部路线使用架地板或者是无障碍车辆的设计。后民众坐公车变更加便利。第一条的台湾好行，再加上我们还会有山线、海线跟屯区，再加上6条干线公车，我们希望双10公车发挥更多的效益。另外，关务局为了让台中市的交通更加便利，除了已经规划4条观光公车路线，预计佫选山海屯区1条有市区客运的路线来做统一的设计和车辆彩绘，让公车的服务水准更加齐全完善。